又到景報有啲清庫存放量時間啦。首先睇下呢個大吊牌嚇，呢個咧係個黃財神嘅足金吊墜啊，嗱好厚實嚇，而且係冇大過嘅，1蚊嘅硬幣左右大細啦嚇。嗱呢個咧係足金嘅嚇，而且係全實心嘅一個款式啊，手工好精細嚇。嗱呢個招財進寶呢個咧係一個黃財神，黃財神咧呢個寓意好好嚇，特別適合男士佩戴嘅。嗱總重量係33克幾嚇。嗱整體成色好新淨嚇，冇咩佩戴痕跡。嗱中意黃財神嘅話，嗱呢個閉眼入啊。嗱呢個咧係個小佛宮嚟噶吓，滿綠嘅，嗱而且顏色非常清爽噶，兩邊咧全部大鑽為雙，嗱重金雙合啊，後邊係咁嘅吓，做咗個雙開個款式，呢度係可以打開嚟嘅一個大天窗嚟噶，後邊一覽無遺吓，嗱你睇下啲咁嘅雙宮，你知道呢啲肯定係買得唔平嘅吓，人哋買咗2-3萬蚊吓，即係呢度吓9800蚊放落出，淨係出個雙嵌錢就係睇啲鑽石全部冇嘅觸犯鑽石吓，嗱佢呢個佛宮咧佢會有少少咧顏色唔係咁滿色吓，呢啲地方稍微淺一啲啲，包括呢度吓都會有少少深淺嘅一個顏色嘅過渡。除咗少少嘅過渡之外咧，冇任何可以挑剔嘅地方吓，而且厚度非常之 OK， 厚度非常之好，又中意噶，見到啦吓，9800蚊吓，即係幫佢配咗條萬能鏈嘅萬能套鏈，呢條萬能套鏈咧同樣非常出色吓，金重係10.6克嘅，嗱呢啲全部都係觸犯鑽石啊，全部雙觸犯鑽石吓，呢個扣頭好厚重吓，你睇啲金全部都係好實心嘅金吓，一共咧10克幾啊，上邊呢粒咧係祖母綠，呢粒係祖母綠嚟嘅吓，而且上邊咧做咗2個呢啲咁嘅扣。嗱呢種鑽石扣咧可以俾自己做個 DIY 去扣啲咁嘅小滴溜上去吓。如果你屋企有小滴溜嘅，直接扣上去就得啦，唔使話另外加錢去買條有翡翠嘅吊墜頸鏈。屋企好似玉姐咁有啲小滴溜嘅，嗱呢度可以扣粒，呢度可以扣粒吓。嗱呢間呢粒祖母綠非常出色嘅。嗱如果你有唔同顏色可以掛唔同顏色，如果你話我中意綠色嘅，你去2粒掛綠色吓，整體掛起來就非常之好睇吓。睇下。係咪非常出色嘅，而且好靈動啊！嗱，呢吊墜咧就可以掛手鏈啦，掛頸鏈啦，嗱，隨你任你配搭嘅。如果你固定喺度咧，你就即係話冇咁多功能啦吓。嗱，呢個咧可以俾你自己扣吓 DIY 嘅。嗱，呢條頸鏈非常之好睇吓，全長咧係55厘米嘅，金重咧10點幾克吓。嗱，有中意噶，青金處理，中意嘅滴我啦。仲有呢條白冰嘅珠串吓，好長吓，全長有60幾厘米吓。嗱，全部。質地非常之細膩啊，好似啲和田玉咁噶，又晶瑩剔透，又細膩又溫潤吓。嗱，整條鏈好長吓，男士女士戴都冇問題噶。嗱，家下放大俾大家吓，一串60厘米長，應該係用60幾厘米長吓，放大俾大家吓，5000蚊嘅價格，每粒都係完美嘅吓，無紋無裂，而且每粒都晶瑩剔透噶。又中意噶，啲我見到啦吓，你睇啲水頭水汪汪嘅吓，而且透繩嘅，睇唔睇到？透繩完全冇壓力吓，中意嘅見到啦吓，5000蚊就呢串吓，全長好長嘅吓，60幾厘米啊！仲有呢個吓，全新品質二手價格吓，呢啲係專櫃設計出嚟噶，顏色好白淨吓，大家睇下 D 色 VS 嘅淨度吓，即係最高級別嗰個顏色吓 ，D 色最白嘅顏色啦吓 ，VS 嘅淨度亦非常之乾淨吓，專櫃價係20420嘅，即係呢度吓，放大啦俾大家，好平嘅價格吓，6999吓，基本上咧就係1/3價錢吓，嗱，主石係50分嘅呢個主石吓，50分嘅主石，嗱，副石咧都有30分吓，加埋咧80分嘅鑽石先賣699，放大啦俾大家。中意噶，滴我啦吓，雙手效果非常之好睇啊，高唔高貴？非常之高貴吓，睇落去有克拉嘅效果，價格咧只有50分嘅價錢吓，嗱，超抵玩吓，30分嘅價錢，1克拉嘅效果，嗱，中意嘅滴我啦。呢度咧有一條多寶嘅珠串吓，多寶嘅，嗱呢個咧有一個武士牌啦，一個咧係站佛嚟噶，一個企佛，呢個咧就係一個大面啦吓，嗱呢個咧係一個蘋果嘅造型吓，都係一個武士牌嘅，顏色全部都係洋綠色吓，真係好好睇，呢個係白冰帶少少情底嘅，嗱呢個武士牌咧就係洋綠色嘅，包括呢個蘋果嘅平安球，全部都係洋綠色嘅吓，18K 雙嘅吓，18K 黃嘅雙嵌，呢啲全部都係18K 吓，好硬淨嘅，而且整體成色係比較新淨嘅吓，一共咧有6粒翡翠喺咪度？1、2、3、4、5，包括呢個細細地嘅平安扣吓，一共有6粒嘅吓。即係呢度放大啦俾大家吓，好平嘅價格13800咋。中意嘅滴我見到啦吓，呢啲吓。但係咧佢呢度咧係即係自己穿過去嘅，呢啲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多寶嘅。呢個咧可以自己拆得嚟穿呢啲咁嘅珠串吓，我拆得嚟穿呢啲咁嘅珠串，亦可以咧穿啲18K 或者係穿黃金都冇問題噶。可以自己 DIY 吓。中意嘅見到啦吓，但係呢個咧就係會有轉嚟轉去個感覺啦，個色會轉吓。如果大家想固定佢嘅話，可以揾下其他方法睇固定下佢。如果應該係會配呢種珠串咧，佢就可以固定吓。有中意嘅見到啦吓，13800嘅價格，中意嘅滴我啦。
仲有呢塊冰綠嘅大樹葉嚇，大冰飄花，而且飄花飄得非常靈動嚇。佢整塊樹葉咧都會帶淡淡嘅底色，淡淡嘅綠色，特別係啲綠飄花非常之生動，而且顏色非常之好睇，飄綠花嘅嚇。厚度 OK 嚇，唔係話好薄。18K K8嘅雙嵌金紅重嚇，金一啲都唔單薄。包括呢啲雙嵌全部天然鑽石，佢中間呢粒咧係做母綠嚟嘅嚇。真係號碼配號安嚇，你睇做母綠。厚度非常之靚呢粒做母綠而且係晶瑩剔透完美嚇。中意嘅放大落俾大家嚇，6800蚊嘅價格。我之前放落大陸都要7000幾蚊嘅嚇，加6800蚊放落俾大家。中意嘅滴滴我啦。仲有啲水滴嚇，係一大水滴嚟㗎嚇，而且好飽滿，好冰透咧，厚度非常之靚嚇。18K 真金真鑽雙嵌，上邊咧呢啲全部2層嘅觸發鑽石咧。鑽石好閃嚇，2層鑽石包括呢個扣頭18K 鎂嘅金嘅扣頭，呢個雙嵌真係非常特別嚇，個整體效果佢唔細隻睇唔睇到？2手指位嘅高度，而且呢個水滴好飽滿，大冰飄花嘅睇下水頭。呢個翡翠咧就係買個水頭水頭水汪汪噶，包括後邊呢都係刀切嘅一個設計，金超重總重量差唔多6克你睇6克金重隨便4、5克中意嘅放大落俾大家，好平嘅價格3999 4000蚊有走，中意嘅點到啦4000蚊有走。單係金同鑽都已經值呢個價格啦中意嘅點得啦。呢個咧係一個2克拉嘅鑽石吊墜啦做咗心形嘅一個款式，上面滿全部都係鑽石而且佢非常之新淨咧，全部觸發嘅圓形鑽同埋梯方鑽整個效果非常之大氣嘅。佢呢個鑽石吊墜咧，佢唔細隻比較大隻嘅，放完俾大家睇整體嘅效果，同埋咧你睇睇佢喺我手上邊嘅位置你就知道佢大概有幾大個啦。整體效果非常出色大氣又出色，而且好時尚嘅一個款式。邊係咁嘅金重好重整體金重5克金重。有中意嘅情金計轉處理好平價格6500蚊放落俾大家，中意嘅滴滴我啦。嗰部車咧就放咗呢波大樓啦有中意嘅可以點關注滴滴我個喎，屋企有閒置嘅同樣可以聯繫即出手嘅。